怨叹命运无理由。人生啊人生，人生啊人生，钱银较多，啥人无想？有赚嘛着会晓守，才袂行行看人忧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这2天以来，听到他们俩所讲，捌出现在中港源头，雌雄一体白玉溪，也个黄河源头，金卡珠心双头嘞，来分别伊伫伊2个人的病。感情是会当这样师所讲，遐尔有医疗成效，这也阁是一个问题。搁再讲，我到今仔从来都捌听过讲，有人真是伫迄2个所在发现这2项物件。只有干那啥讲一句话。应该有个根据才是啊。无唔对，是啊，拄则恁所讲的我拢有听到，所以无论如何安怎样，一定要赶紧去迄2个所在行一撮，因为范爷甲白姑娘，伊是个好人，我相信天公伯啊，一定会甲斗保庇，斗相共才对。哦，你看，连这小河哦，河水都遐尼臭流，更加莫讲啥中港甲黄河啦。啊，我较无正常吼，其实敢一个空尔啦，啊，身轻如燕啦，啊，根本就无重量，啊，万一吼，迄个，什么梨啊？雌雄一体白玉溪，金卡珠心双头梨。啊，万一迄项物件啦吼，啊，较拢藏伫咧水底。我较无正常的，就无能为力啊！因为吼，阮根本就无重量，命都藏伫水底啊！无那安尼吼，就由我甲玉芬啊吼，陪你甲无正常的斗阵行。有恁吼带阮同行吼，万一若需要落水吼，才由阮来就好。对，这是一个好办法。我甲无正常的吼，去黄河源头摕无求所需要双头梨。你甲少有村呢？去中港源头摕医疗所需要白玉溪。唉，小爷，你袂免去啦。顶一摆代志你煞叫袂记是？你阿爹，搁甲范爷因阿爹，跋落去溪底啊！你谁怎那咧桥顶安尼，足伤心的，足着急的，就是因为你袂晓受水啊！你即摆若是去中港，需要落水的时阵，万一人三公两底，安怎才好？对吼，我都毋捌水性。袂晓受水啊！你是变怎？我来去，我会晓受水。好，安尼唔好啦，饭阿伯年老身体虚，你随时要伫身躯啊照顾，而且恁兜人山同伙搁遐尼多，传的嘛爱你，恁哪会走会开啦？我想到啊，定水神珠啊，无求啊身上。像一粒你点回去，迄神强水府摕定来定水神珠啊！有诶，我就冲落水啊！对，我咱即马就安尼决定，咱等下后就转去摕无救的定水神珠。赵春诶，你带无正常哦，去家己拢讲会合了后，咱就开始行动啊！毋过你拢走啊，范爷甲白姑娘小人要照顾。无规个安尼啦，我带因2个人，甲亮姨啊，甲金宝爷吼，暂时来去阮兜住，嘛通甲照顾，好无？无那袂用的啦。我看吼，要是麻烦姑娘吼，你走一逝真远个，你请王大人吼，派人吼，甲因暂时接转去住，吼，以免吼，佫受咧河洞所害。谢大哥，你个考务敢若愈来愈周密啊？真爷，如今你无大分碟在身，最后暗时也较莫出来乱走咧。这本哪有法度啦？我二时是见光死啦，只有往暗时哦，出来找一寡竹笋甲我预备起来，无明仔载我是要来过日啦。我看也是等本姑娘倒来，替你去乌孙啊，
伊去州府个，真紧就会倒来。用力啊！真呀！紧，咱去离开这个所在，行。是啥物代志啊？啊，都要去州府个一路上，拢总有河童所派来的捕快哎，围攻起来啊！所以伊亲身脑壳带一寡人为这个所在搜查起来啊！啊？来，用力啊！你即摆上运还未复原伫的，千万唔通轻易妄动。即摆上好的办法就是紧离开这，来去开机动小撇一下。到时你嘛通好甲我斗相共照顾迄个县爷，甲迄个白姑娘啊。好啦好啦，你转先带去开机动啦。安尼去，我小等下念伊就到，我留到这甲这个高官好啊，甲教训一下。啊，当慢的坐下啦，你放心啦，你袂记啊？我是什么款的身份啊？啊，我保证死到吃亏的是因，唔是我。好，去，用力啊！即摆咱紧来去。来去。去。哼，你这个高官你啊，小等下来哦，我大家大某你行个破胆，先疏动一下筋骨的。嘿，还未困？水啊，是你，啊，你哪伫遮咧？这两天哦，这两天到深山去学习仙术，有了啊袂歹。来，我点一招互你看。一招。来你，看啊，这招有厉害无？搁刷咧，还搁一招，搁较赞。这招叫做青肠洗肚换心肝。我来提出你的歹心肠，好好甲你清洗一下。原来就是这官，我的心，你竟然敢用邪术，要来加害本官，那呢，本官就饶你不得。看起来县爷伊是中了河童所下乌灵之毒。我只有一粒这个药单，这是河童以前予我，虽然是讲袂当完全解毒，听讲有那几条记号。哼，河童这个贼痞，伊不但是心机颠当，而且佮真够用毒，会记着变作为作。实在是令人防不胜防啊！啊，不过谢必安谢爷甲我讲伊甲河童是共啉一壶酒，啊了后河童无安怎样，是毋是事先就食解药啊咯？应该毋是，因为此毒连河童伊本身完全都无这个解药啊，也若无，咱就直接来找到啊。但是，若是如果我的猜想无毋对者，河童一定是在这个谢爷甲着县爷的这个酒杯啊的这个杯口挖上出药，而非在这个酒中下毒。原来就是安尼哦。但愿谢爷甲朱姑娘出去，会当平安摕着白玉鞋，甲上头哩倒转来解救县爷，甲白姑娘。若是无这，天公伯啊，你都真是无目睭。是讲奇怪，政府规个真爷出去遐尼久啊，阁还袂转来，敢会发生意外？
若赶紧讲出恁后生的下落，我即时就放恁走。哎呦，大人啊，我都甲你讲过几若遍啊，我真是唔知影嘛。当阮比安吼，也无交啥物朋友啊，三不五时啊，甲无救啊做伙。还是讲哦，有时去迄个开基洞去找。对啊！因两个人有闲的时阵哦，拢走去开机洞找白白姑娘，啊甲朱姑娘伫遐佚佗，啊若闲的时间拢带过衙门去做工课啊，安尼就对啦吼。哎呦，你哪拢讲出来的？我哪讲啦？我是咧讲啊，别人那甲无救的，有当时会去开机洞，啊找朱姑娘甲白姑娘，啊我是讲。哎呦喂啊！哎呦，我若安尼语言吹吹，拢总讲出来啊！我靠！真好，开机洞是毋是？伫倒位？讲！恁唔讲是？无要紧，我只来镇上找几个较有名的媒人来小概探听者，一定有人会知影两位水姑娘到底伫倒位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啦，咱把伊变啊，真是伫咧开机洞，等一下。拢厉害！哦，无代无志就甲我提醒讲什么开机洞啦，害我拢讲出来。是的啦，我毋是跳工。过来看到你跳工的，我甲你讲哦，迄头壳彩光的，毋是要好看的啦，敢有什么文字啊？啥会啦？你啥人啊？安尼也听无？我生气啊啦！我当一声变啊，甲无救，若真是去互伊看到，迄就害啊咧！你想办法啦，看有啥物办法，紧来甲伊通知较要紧啦。你安尼通知人拢关伫内面啊！我敢若互你气哦，都气啊！都我来都我听到安尼。过门口无听呢。哪只孙啊？哎呦！实在够混，哎呦，我哪会遮搞咧？啊，糟糕，拢无叫人看到了。唔正搞咧，哎呦，迄就是讲我咧带路的人哦，要眼看四方，耳听八方，所得来功劳，你知唔知？好，今仔去，来去开机动看卖，我看哪样啦。嘘，向动起来，不是啦，我是愈想感觉愈唔对哦。嘿，啥啦？是你创啥啦？哪会要行到转去啦？哎呦，还我要出来的时阵哦，阮家的门袂记你锁啦，我先等下锁一下较透动啦。真嘛？哎，你这人哦真害呢哈，代志拢无分轻重呢。即句是囡仔代志较要紧，还是恁家的门无锁较要紧啊？你安尼讲嘛是有理啦吼。来去啦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无寿。你要变啥嘛？无头断下拖。唔对，安怎？迄家门是安怎无锁？
哦，家人问无？哎呦，啊你一定是，这一定是有阴谋。哎呦，你看想看嘛，啊对啊，迄个何管令啊，挑工无数，要互咱逃走，啊，才煞咧，才缀咱来去开机洞。哎呦，认真的啦！哎呀，别说啦，别说啦，我讲着啦，将计就计，啊别安怎计？手拿满，满的了。你这个人实在是太……咱怎是安尼哪行哪来想，讲话较无人听到，还较方便啦。头下讲，嘿啦，那较袂嫌去吼。卖错。无啊，我都惊惊，唔知是安怎，我哪会知影啊？行到啦！哎呀，行到倒准到倒啦！啊，咱哪行哪想看有啥物办法通脱逃啊？你脱逃了？哎喏，脱逃？脱逃啊！脱逃！啊！有啊！嘘！哎，我讲，咱那边石头后壁哦，我自然就有迄个脱逃的办法，但我教你啊啦。你迄石头后壁，唔好啦，当然要紧啦，惊啦，搞唔掂咧，莫安尼啦，惊啦，哎呦，好啦，哎呦喂呀！讲什么干那好处比呢？实在真唔知见笑。伫这个时阵，在这荒郊野外，还有这个兴趣。啊，嗨咯！照讲，因应该真着急，才会开机动才对。那。叫用给多走。哇！哎呦，我等下开哩，哎呦喂，点咩啦？真是袂够讲哦，迄个头壳，这句来要遮好滴的，哎呀，想这盘咧精神脱壳的，这个好无错，赞！啊，这无算什么啦，不是我咧操蛋的啦，这金钱脱到地哦，我已经用几啊10年了啦。迄较早阮夫人哦，伊迄个在生的时阵啊，我若是讲要去外面啉一个烧酒哦，一定爱用头壳诚心朴素，才有法度通去啉，你敢知？哎呦，你讲到安尼，我就想到阮小东港了。不是这啦，地角，天堂啦。哎呦，伊嘛甲你共镜头呢，拢用这部吼，安尼头山去啉烧酒啊。啊，不过，伫夜车鬼要找伊的时阵，伊也不要用这部来逃走，我敢不要赔钱？莫伤心啦，多谢。我先放在我这，我若有用细细才害你吼。免啦，啊那一条手骨仔尔，也无算啥，不去变瘦。骗十哦！哎呦，无采人的面，唔好啦，紧来去开机洞吼，看咱的囝，甲咱的新妇吼。啥个啦？你什么讲啥？你去看咱囝甲咱新妇，你讲对讲唔对啊？唔是啦，看恁囝甲阮囝，咱的新妇啦。安尼嘛该差不多点啦。等你什么钱啊？你来我滚落啊，钱啊！啊，听啦。去抓着。哦，你查某人哦，哪会生好这软正安尼生倒啊？这，无安尼，贵啊，
你卡转去，我给你按较紧来，来。哎呦，你要甲我爱哦，太死啦！叫我看到用加讲话。但你即马伫咧讲啥话啊？啊不，恁心头若慌定，啊你惊啥物啊？尤其是讲到倒来，这是风高野原的，是啥物人看会叫到？来啦，紧的来啦，紧起来，我爱啦，我。哎，唔要紧啦，我惊当时紧起来，来，哎呀，细地上啦，哎呀，哎呦，来，不讲讲，太细嘞，来，哦，我今日了掂到你哦。欢迎啊！万里啊！你也是坐落来较好，你安尼徛在真才袂调。我不要紧。两日啊，拄则摕一粒药汤我食，可真有效。也毋过，这是暂时将这个毒来压住你啊，所以你我知啊。我来看，一路姑娘，伊的伤比我较严重。哎，你袂啦？搞啊！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别讲什么啊！你可以啊！我甲伊两个人是我都头讲，不叫啊！啊，你规个面跟人乌糟糟，袂使火炭苦咧。哎，啊，阮安尼啊，哈，比安尼啊，哪会无看有比安啊？啊，迄谢爷吼，已经去中工啊。去中工？是啦，谢爷去这个中工的源头，找这个白玉溪，要来救这个白姑娘。哎呦，白姑娘！别可能你可能你。初阳一体白玉溪，初阳一体白玉溪，把做捕头做甲来中工才咧掠虾啊！家在有牛桥这粒定水珍珠，啊若无，你是人也是鬼？啊你哪会徛在水底咧？不是，我毋是鬼，反倒转来，即马伫江边等迄个人才是鬼。你是讲祝武春的？你哪知啊？我不但知影伊的身份，而且我嘛知影是伊带你来长工的。我阁知影你来长工是要找白玉溪，转去救人的，对毋对？这并无白玉溪。啊！但是我遐有。正是的。啊，伫倒位？伫我住的新疆水府内底。新疆水府？我想起来，你就是顶回救阮阿爹，啊，甲范阿姆，以及饭姑娘迄个人，对毋对？我咧饲影对影新庄的时阵吼，我伫水影中有看到你，就是你无毋对。是我无毋对，而且送电水珍珠合法无救，以及五行是火大合你的人，嘛是我。哦，啊那呢？你就是一如甲玉芬所讲的迄个仙女咯？无毋对。玉芬？小大哥，顶摆吼，我甲一如甲你所讲的，就是这仙子无毋对啦。我即摆吼伫黄河水底找找双头鱼的时阵，伊阁拄到这仙子的出现，而且吼仙子吼讲吼，讲黄河水底内底无啥物双头鱼啦，啊不过伊有哦，所以爱我甲伊做伙过来一届新疆水底。原来如此。多谢仙子规范相助，
只是唔知白玉虾甲双头梨此时在何处？连长，我颠倒要问你，我再三交代白一路，爱你时刻不离心的新花大，我为咧。放弃啊，是无？原来是先主你捡去哦。并不是我捡到的，是我去甲你找回来，你紧摕回去。多谢先主。免客气。谢大哥啊，你免搁放弃的呢。以前吼，先做要再三交代，你口水若无这条青花大，以后吼，你会掉到自己咧树林内底哦。我知啦，伊如就甲我讲过啊。先主，是讲你哪对阮的代志遐尔了解？敢讲你常常出现伫阮的身边？我袂用无关心恁的代志，因为谢必安甲范无救以前对我有真大的牵连。以前安怎？啊是啥物时候的代志？甲是啥物牵连？我乃拢唔知。好，既然恁要问，我就甲恁讲。反正恁要离开遮的时阵，我会消除恁伫仙宫一切记忆。这就是你甲无求前世的代志。恁两人本是中原龙皮长江以及黄河之水的两名水神。你当时身为江葵青军，主掌长江之水；范无求伊身为河江青军，掌管黄河之水。恁两人本是情同手足，不料有一天，煞为着前功，家己主掌的江河，才是天下第一，然后大打出手，结果无意中拍破着天水缸。因此，天水满天而下，洪水迫害百姓。玉皇天尊因此大怒，本来要将恁拍入铁丝道，使恁永世不得轮回。但是玉帝慈悲，随后念在恁两人往日尽忠职守，拍破天水缸，果是无心之过。因此，命我以混沌棒拍煞着恁伫天界一切记忆，随后将恁拍落凡间，投胎为人。希望从此，恁会当伫凡间祝福百姓，作为弥补当日恁拍破天水缸所造之祸。经过前行，就是安尼。那我，嘛就是恁当年的上司，天后公主侯汉嫣。卡苏那只是安尼，谢必安甲范无救，敢才是爱转去天界？这谢必安，谢必安。哈。对你甲无救。啥？什么代志？当年，如果我若肯替恁向玉帝求情，无定着玉帝一念慈悲，就袂将恁拍落凡地。但是当时玉帝前论未实，我阁顾虑着家己，嘛有不周之罪，所以我并无替恁求情。这点就是这几年来我对恁有亏欠的所在。这先主千万唔通安尼讲，迄是我甲无救的吼，罪有应得啦。还佫会当互阮投胎为人咯。我甲无救啊，已经甘面不进咯。嘿，对，还是做人较好啦。
你看老咧汉奸佬做人偌好的呢，哪能去做啥物神仙呐？哎呦，规工干那一圆锤锤，敢若会晓啉天水，我无聊的呢。啊，毋过吼，哎呀，你可能唔过啥物话啦？甘讲你真是要转去做水神？哎，我问你敢离开你男人？还佫有，你敢离开义路？这哦，这。所以我讲啊，也是做人较好啊，食鱼食肉袂犯忌，有囝有孙，平头有好去，嘛袂去触犯天条啊。我再讲吼，朱姑娘，谢必安甲范无救，将来是毋是会当倒转来天界，嘛着爱看因将来表现。搁再讲，若毋是因想要转去，就会当转去。我讲。我无救的，若想要重返天界，是要安怎表现？伫凡间多多行善，作为救苦，而且搁爱判除你甲无救两人友情之间的一道障碍。障碍？谢必安甲范无救，因两人情同手足，因两人之间的友情，到底有啥物障碍存在？当年。因伫天后宫的时阵，毋是共款情同手足，后来哪会阁拍起来咧？我也是想不明白，请公主你明示，到底我甲吴桥啊中间，这个时阵还有存在啥物一道的障碍呢？敢讲，阮后摆也会因此阁拍起来是？真有可能，因为这道障碍实际上显然是无形，但是。有一道有形的障碍，确实伫恁之间存在几啊年啊，而且恁拢毋捌要赶紧将伊拆除，可见你甲无求之间，到今日还未达到有心一动，永远不分你我的地步。公主啊，你安尼愈讲，我愈听无。是啦，公主，到底迄个有形的障碍是啥物话？迄道有形的障碍。只不过是一个代表双方不轻认输，好胜争强，互不相让的性格。你家己想看觅，应该是啥物咧？有形啊，存在我甲吴桥啊中间足侪年，争强好胜，互不相让一道障碍。有形啊！敢讲是？是啥物？设伫咧社饭两家迄个界界，迄道矮墙。迄道矮墙就是我设的。你设的？但是恁两家的爸母拢以为是对方所起的，其实迄道矮墙是我伫你甲无救出事到凡间迄一天暗时。我向玉姊前往设立的，玉姊，就是玉皇天尊的圣旨。这套玉旨，即马搁藏迄道矮墙内底。玉旨的内容是写啥物？济心一意，祈除障碍，两心则至，违反天界。那恁讲起来，谢必安甲范无救，假使若跳入迄张矮墙，就会当重返天界，是毋是安尼？也毋过，迄道矮墙实际上是代表人与人之间增强好斗之心，岂是遐尼容易就会跳除咧？我转来马上就甲拆掉。谢大哥，敢讲你甲无救，真是要转去天界做神啊？那安尼我甲伊有毋对？朱姑娘，你放心，小等下我会将恁伫遮一切记忆全部消除。等恁转去了后，啥物人嘛袂记今日我甲恁讲的任何代志。自然，迄道矮墙是毋是有拆除迄一日，就爱看必安甲无救因将来是如何了。公主，假使讲吼，这道矮墙毋是谢必安甲范无救亲手所拆的，那这道玉旨还佫有准算无？
如果是安尼，迄道药子就会化作一道彩光，被收回天界，自然永远都无准算了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你先摕白玉鞋甲双头犁，赶紧倒转去救治白姑娘甲无救。我带朱姑娘到黄河边，甲无正常会合了后，因随后就会赶倒转去。哦。即阵我爱消毒，你甲我见面时一切会记住。咱若是有缘，将来天界再会咯。哎呦，一声正经哦，跳咧黄河啊，洗袂清啊啦！哎呦，朱姑娘即摆起来啊，毋知会变做这黄土人啊袂啦。你别惊啦，伊是仙河宫的公主吼，是领你啦。仙主哦。仙主啊！你看，你看内底有人啦，有人啦！有人啦！你真是呢，我真是看到好拄则有一个人吼，为只冲过来，然后沉落去。仙主啊，你袂紧输救对无？你紧落去河内底救人，紧来！我正想紧带我去福州，去两个报头引导。仙主嘞！别管你啊！你仙主紧奇怪，哪有人沉咧河底咧？朱姑娘啊！朱姑娘！哎呦，冲啥啊？哎呦，你救下熊，你要冲啥啦？我就想，你赶紧将这个 H 拆掉。哈？拆下？啊，为什么要拆掉？紧拆掉嘛！是要冲啥啦？拆掉要冲啥？你遐尔济啦，这是紧急的代志啦。紧急的？紧的啦，你拆掉啦！正经啊，拆掉。拆。好啦，较边啊！啊！咩啊你？罗金雄。天机不可泄露，这种重大的代志，你竟然讲我一个凡间的人知影，你不但触犯了天机，而且你也着爱互拍落凡间，你安尼做敢有客大？拢怪韩恩一时糊涂，不但害着家己，就连谢平安甲范无救，嘛爱因出受我的牵连，来去重返天界。我实在罪不可赦。好，你爬起来，记在今仔日，何必当初？不过你今仔日做唔对，也是被迄个姑娘来甲你欺骗，这是可以来原谅你。只要你但是下凡间了后，好好来做，我相信约定真紧会当下旨，互你搁再倒转来治迄个姑娘。伊并毋是故意要害我，伊只不过是毋知影代志严重啊尔，希望莫怪罪伊才好。凡事连环上靠，因果相连。既然伊做唔对，我相信伊应该为伊所做唔对来付出应做的代价。那安尼，伊将来会安怎？将来你自然就会明白。来，讲这话就坐起来哦，大少人讲无实话哦，来，桥头有个人去吃烤饭啦哦，有人爱食的
有人要食班花。啊？班花？班花是啥啊？哎呀，啊你有够讲的啦！迄班花哦，就是互人拖入去衙门内底，啊你讲骹装，讲到迄个骹装乌青兼结话，迄流落来乌青只，叫做班花啦，啊你搞错的啦！无错，我看恁两个想要吃班花了。这个所在是关街大门口，恁竟然敢伫遮拍锣卖鼓的，哼！我看恁赔咧上。无，管老爷，其实哦，阮嘛是不得已的啦，阮哦都四界去摆搭，拢有人来甲阮收保护费嘞，毋则不得已，走来恁这关街大门口摆搭，安尼哦，毋则无人敢来收保护费。是啦，管老爷，请你当收阮啦吼。别哩，这是甲离开，若无食，我会将恁阿里拍入台板。好啦，行就行嘛，大公诶，收大啦。哦。小蛋，改进天下基督不简单。我看你若实在真大口气啊！无咯，管老爷，阮这不简单咯。真是人改进天下基督呢！哦，什么款的基督拢会用改是是啦，什么款的基督拢会用改就对啦。那呢？哦，恁来替我改一个图试看卖。这简单嘛，这只不过是乌灵之毒，这毒好改。你用屁就知这就乌灵之毒。你哦，将这哦当作四酒啊食，食我看卖。哦。免啊怨叹，免忧愁，荣华富贵唔免求，是好是歹在人受啊，怨叹命运无理由。人生，钱银较多，啥人无想？有赚嘛着会晓守，才袂行看人忧。